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靈修分享題目為謙卑與團隊嘅操練，以弗所書4章1至6節。經文咁講：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，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，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彼此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。身體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個，正如你們蒙召，同有一個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洗、一神，就是眾人的父，超乎眾人之上，觀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。今日呢，我哋嚟到以弗所書第4章1至6節，保羅呢喺呢段經文入邊多次嘅、第二次嘅稱自己為主被囚的，主被囚的，而唔係被羅馬政府或者呢個世界所囚的。盡管佢而家就坐喺羅馬嘅監獄入邊，佢亦都拒絕承認自己係任何人或者任何政府嘅囚犯，佢只承認自己係主嘅囚犯。呢個表明咗佢眼光超越現實，只係承認自己嘅生命係屬於主。我哋今日有冇咁嘅反思呢？我哋有冇保羅嘅眼光，呢個超越現實嘅眼光？無論身處任何嘅環境，我哋都只承認自己嘅身份同價值係喺基督入邊，而唔喺呢個世俗嘅權勢同埋困境之中呢？經文繼續提醒我哋要完全謙卑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彼此嘅去寬容。嗱，呢啲嘅美德睇起上嚟好簡單，但係其實呢係好難實踐嘅，特別係完全謙卑。原文中嘅完全嘅意思係徹底地、毫無保留地喺神面前，喺我哋個內心深處真真正正承認自己喺神面前嘅地位係卑微嘅。喺我自己實踐信仰嘅路途當中，雖然難做，但係呢，我都會試下經常提醒自己啦。每一次呢，同團隊合作完之後啦，或者合作嘅過程當中啦，我都會再次嘅去 double check， 去問一問我自己有冇聽取他人的意見，定係淨係聽自己嘅聲音呢？我會經常嘅審視，究竟我係咪一個 one man band 呢？我有冇同我嘅團隊一齊去並肩合作呢？跟住我亦都會問我自己，我有冇得到我團隊嘅確認同埋參與呢？佢哋有冇 affirm 我呢？嗱，我哋都係基督嘅身體，雖然教會係有好多信徒，亦都有好多，但我哋知道呢，我哋淨係得一位天父，一位主，所以呢，我哋需要喺合一嘅聖靈入邊有合宜嘅 teamwork。我哋要做一個 team builder， 就算同其他教會都好啦，我哋都要保持聯絡，做一啲跨教會嘅連結，因為我哋呢其實係得一位天父啊嘛，我哋侍奉嘅係同一個主，所以呢，我哋需要呢去合作攜手，一同嘅去擴展神嘅國度。最後呢，我哋一齊去反思呢3個問題啊。第一個問題呢，就係我哋問一問，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有冇較多時嘅願意去接受別人嘅意見呢？我哋喺一個團隊嘅合作中，我哋係彼此合作啊，定係我哋係自我中心呢？我哋點樣參與同埋促進教會之間嘅合一呢？我哋點樣可以同其他教會合作，拓展神嘅國度呢？我哋一齊去禱告啊！在天父親，多謝你呼召我成為你身體嘅一部分。求你賜我謙卑溫柔，能夠聽取他人意見嘅心智，並喺呢一個身體、呢個團隊之中，我哋可以彼此嘅造就、彼此嘅建立，幫助我今日看見教會之間嘅聯繫，願你嘅國度彰顯，
願你嘅國臨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感謝天父爸爸，奉主耶穌得聖靈之祈求，Amen。